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日前呢，这个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吼，伫咧一场募款参会当中，又来讲到呢，即马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嘉义市长涂省哲，还有台南市长也就是现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呢，拢是医生出身的，所以呢，李登辉先生伊就讲呢，医生时代吼已经来临啊。那么今仔日吼，咱特别邀请到这位台南市长参选人呢，伊嘛是一位医生，咱来欢迎严纯佐医师。啊是咱碧纯吼，咱所有咱的市民心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纯佐医师吼，内科医师。是，所以呢，这个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吼，伊讲医师时代吼，医生时代已经来临了。那么呢，咱知影讲吼，咱热清着哦，这个行政院长然后现在荣升这个行政院长，啊，伊本身是一位医生嘛吼，啊，你嘛是吼，目前要来参选当中呢，唯一一位是医生资格。是。啊，所以这对你来讲吼，你敢会感觉讲，这是一个传承，然后对你也是一种鼓励，然后也负有很大的一个使命。我想当然，李登辉总统看过活到要100岁吼，看过规个台湾这个变迁啦吼。是。伊虽然是已经退休总统已经10几冬啊，但是我相信伊关心规个台湾发展的这个心吼，跟咱拢同款吼。所以经过了伊伫这个赖清德市长做行政院长，佮包括柯文哲市长办这个规个社运办甲真成功了吼。伊佮看到咱的嘉义县长、嘉义市长涂省哲，那是医生吼。其实呢，佮有一个市长吼，佮有一个县长吼，是连江县的县长刘增应，基本上都在民调相关的，他也是医师，对，他是台北医学院毕业的吼。所以属于上讲，基本上台湾吼，除了赖清德市长，他这市长是有4个县市的市长是医师啦吼。哇！啊，下任的这个市长吼，拢总是包括涂省哲市长。包括柯文哲市长，包括连江县的县长刘应征，包括高雄要选市长的陈其迈，包括我本身，那是医生，所以呢，假使讲我5个当选的时阵，台湾是有5个医生，而且燕霞市6都内底有3都的市长是医师，哇！所以我感觉这是李登辉总统，伊是讲医生时代来临，其实我也有感受到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医生咧处理代志有伊的一套，甲别人无共款的这个方式啦，吼。我是相信讲过去咱的赖市长，伊甲伊的医生的这个规个精神，用的这个市情的治理吼，发挥得淋漓尽致吼。甲咱讲什么款呢？就是阮医生看的问题，一定是要想讲是安怎这个问题，是安怎这个病，这个镜头到底什么款的病，我能去综合各种的资料，包括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史。伊对头壳咧疼啦、流鼻水啦、发烧啊、发烧几度啦吼，然后毋是讲安尼尔，我搁看数字，比如讲抽血检查的白血球的数字是1000、1万来10万啦吼，然后小便的数字、大便的数检验的数据，佮包括呢真侪这个检验的数字，包括 X 光啦、CT scan、MRI 了吼，咱来做一个综合诊断，伊这应该是什么病？那么这个病要治疗，应该是用什么款来治疗？第一步骤是用啥？第2步骤是用啥？第3步骤是用啥？然后第1步骤治疗了，应该有什么款的反应？吼，若讲无效的是要叫什么款的步数来行？阮有阮一套的这个方法啦，吼。所以我想赖市长呢，甲规个这个治理这个过去咱台南市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呢，来甲伊用做医生这套呢，甲用做市情这套啦，吼。包括呢，伊个预防嘛共款，就是讲要怎去做预防这个工作啊。所以阮医生吼。市长和我咧处理这个事情，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吼，咱要心脏好，袂咱干那心脏好，你一定是要腰子好，心脏胆会好，你着要肝好，心脏胆会好。啊，你若心脏无好，肝嘛会无好啦。所以规个人体各种的器官拢得要好，这两但是身体健康。所以上具体来讲就是讲要处理，假使讲咱要处理这个文化活动，你若假使讲文化局干那处理呢，你若讲无环保局。去处理二楼迄个清气迄个工作，你若讲无消防局去注意万一有代志发生的时阵，来处理这个规个紧急这个处理的事件，
你若无种种济即个局配合的时阵吼，即个活动嘛办了袂好势。所以台南市政府就是咱赖市长的即个用医生的观点，来带领咱规个各局式的统合的即个合作。了呢，咱发动咯，通毋是干那文化局好尔，嘛毋是干那消防局好尔，毋是干那环保局好嘛，每一局拢是做好。所以咱台南市是安那民调，拢是全国第一名。是啊，咱赖市长我都通做甲。咱规个行政院长去，行政院长了，我想大家耳目一新。包括咧处理即个泰利台风虽然是无来，但是事前的即个准备，包括即个公务人员即个加薪，包括今仔日佮讲一例一休，要来做修正。我想医受抓到咱民间吼心内即个痛苦，所以用医生角度要来治理即个社会。所以我是认为讲，医生的时代呢已经来临，是因为医生平常时所受到的即个规个职业的即个素养内底，佮包括处理代志的方法。甲伊处理代志的这个方式呢，甲一般的这个职业是无同款。对，所以赖市长他之前也讲过说，在处理期间啊，他就是说，用医生这样子诊断的方式，然后去发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对啊，所以医师专业的这个养成哦，也让他可以把市政做得很好。所以李登辉先生讲的这个医生时代来临吼，这句话真正是有伊的道理。有伊的道理啊！我相信讲，我若做着医生，我若做着市长，我即摆是市政医师啦，台南的长工吼。我想台南这块土地。这10几冬内底发生重大的代志，包括 SARS， 包括莫拉克台风，包括禽流感，包括登革热，包括地震，包括种种的大项事务，包括规个市政合并啦，甲这个大型建设啦，我拢经过这段需要台南人团结的这个时阵，嘛有甲做出成绩出来。所以台南这间厝，什么所在需要搁修，需要搁补，需要搁念，需要搁搭，什么所在漏水，什么所在漏雨。米按啊偌济米，要煮偌济饭，互偌济人食，大家拢食甲，莫讲饱啦，食甲袂枵，感觉讲有真哩食真欢喜，敢若我了解呢。所以我是市政医师，台南的这个长工吼。我想我会无缝接轨赖市长的这个帮吼，创造一个幸福这个台南。对，所以无毋对啊，因为你12冬吼，这个台南县吼副县长啊，台南市副市长做12冬呢，所以所有事情会当讲是你非常了解，而且咱知影讲你行医，所以拢用这种医者父母心的心理，吼，伫咧对待咱的乡亲时代，对无？啊，咱的所有市民，对，所以这点对你来讲，可能就是在以后的执政是非常棒的一点。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12年的努力哈，看到得到许多的肯定。对，是，没错。所以咱知影讲吼，这届呢，咱台湾的医界、药界20几个团体，我大家嘛是拢起来听你啦吼，组成一个南台医疗大联盟后援会，大家拢讲希望你会当接下赖清德医师的棒子，所以咱今麦先来看这段新闻影片。谢谢。南台医疗大联盟由20个医师协会联合起来所组成的，因的成立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团结起来，全力支持颜顺者参选台南市长。那我们这一次台南市的所有20大医事团体都团结起来，要支持我们的严纯佐副市长来竞选下一届台南市的市长。那我们有很坚定的决心，因为这是我们医疗界大团结，因为我们觉得严纯佐市长完全能够做到无缝接轨，能够承接我们赖市长的市政，能够做到100%最好的市长，所以我们全力会支持他。咱大家拢伫讲市政，咱起厝起一半，袂使换师傅。所以严纯佐市长吼，其实伊对逐年的副馆长到逐年的副市长上信，所以咱应该支持吼，继续来主持咱台南的市政，是不是？是啊。迄有人就讲钱较济嘛，要来地搭地啊！有咧地搭地要送去地搭地内底，伊讲袂使不行哦。这人咱有法度甲安尼甲支持无？有需要甲支持无？真正靠迄人安尼啊，安尼啊，甲伊讲顺着我的听者哦，1000、2000甲伊讲袂使，这有可能吼，连讲我当选造成的困扰。所以讲，伊是点的情操，是我安尼上界肯定。我这样一个安尼候选人哦，我选择就是伊哦。南台医疗大联盟也推出7大目标，这个目标也是未来蓝顺者伊期望家己，确实有机会会当担任大台南市市长所要完成的目标。
伊也表示，家己虽然市政无缝接轨，但也毋是完全照较早的想法，拢无思考就先接落去。目前台南市呢，37都所推出的建设呢，我拢非常清楚。我是无缝接轨，但是无缝接轨不表示全然接受。为什么？我们要去思考，因为赖清德时代的时候，民众的想法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当然认为好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认为不好的，我们要这种修正，看是要做修正完之后再调解，怎么处理再来讨论。伫咧会中，甘顺佐也表达出真济伊家己的政治理念甲为人民服务的想法。伊希望将大台南打造成一个健康城市，也希望为大台南的未来开启新的一页。哇，所以要得到这么济医界跟药界咱这医师药师的相挺真正无简单。大家拢希望讲，你是不是会当甲这个赖清德医师伊做事情做甲遐尼好，这个棒子把它交接下来。我想这嘛是我的责任啦因为咱台南市燕霞市升格即马6栋外，到2021年底是差不多8栋嘛是。简单讲，咱对一个囡仔甲看8栋也未用心尤其是未来咱的这个中央政府有咱台南市真侪这个资源。所以未来这个第3届、第4任的市长，他们讲对这个资源要咱应用非常重要所以你看高雄台中地，基本咱10当前高雄这个翻版啦。高雄迄个是谢长廷当市长，连任了去当院长。所以伫院长的中间呢，伊互高雄市真侪即个经验，去解决高雄市沿海市内底，即马内底市区真的问题，包括水的问题、出来水问题、爱河即个问题，包括捷运即个问题，包括铁路地下化即个问题，佮包括红厝村、阿摩村迁厝即个迁村即个问题所以高雄市焕然一新啦。咱即马共款咱的市长去做行政院长，那么中央咱执政。但咱即摆所面对的问题，甲高雄市当时做院长的时阵是敢若现主是高雄市的市区尔，咱即摆是合并之后的大台南市。对，所以我相信讲未来咱的大市长对台南虽然是离开台南，但是有讲过，伊并没有离开台南，他是扩大对台南的版图的一个服务项目对，我相信，所以我就是讲，我选这个市长是我的责任，嘛是我的义务。我有信心甲咱台南市。互咱大市长以后呢，看到讲一个更较远的这个未来啦当然我当然讲无缝接轨不是全然接受，因为大市长的时阵，大市长市民的想法无一定有改变啦我未来面对10栋了一个新的这个想法尤其是咱台南市佮合并升格了，咱佮有足侪资源了，所以我相信讲到时我会反映一个这个民意呢但是无论安那，甲大市长的可能是同款，拢是要安那争取台南市的建设，要安那争取台南市民这个福利。这是我做市长呢，我都通片面的这个责任。对，很好。所以咱也相信讲赖市长即摆去做行政院长连讲，互咱台南市的一寡资源若是会当搭配着讲，咱的严春佐市长会当做伙来拼，哇，这应该是会当甲咱的台南市一寡问题拢甲解决掉。是。对。我有这个心，而且我提出的证件，嘛都拢用看到是好咱即马嘛是爱先来甲咱的这个严医师恭喜一下，因为很不简单又得奖了。在这个得到这个很不简单的美国总统终身成就奖，以及很不简单的史怀哲终身医学成就奖，还有卫生署的艾滋病减害特殊贡献奖，这拢做无简单的意外今马呢，佮得到第27届的医疗奉献奖，哇，可以讲一下你获奖的心得吗？我一直拢想讲。这个奖应该是我代表真侪人去得这个奖。因为这个贩毒的政策成功不是我一个功劳啦，是我提出这个想法，咱先做伙去做所以我伫这要感谢过去台南县政府咱的卫生局，甲合并了台南市政府这的卫生局，甲过去真侪咱的药师团体。真侪这个检验性某有推出这个校园这个保险套的贩卖真侪大学的学校内底大家共同来拍拼，看了这个成绩当发了通过得这奖，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讲是感动，嘛感谢真侪人，嘛顺续要甲大家讲，这是一个责任的这个承担，这个奖只是开始，还未结束，未来毒品的这个世界内底，咱共款是要提出咱特殊的方法来甲咱的市民做一个报告，
要安怎处理未来当选市长了，要安怎处理台南市即个毒品即个问题，我有一套吼，个新的做法啊，以后若有时间吼，要来咱电视台即个所在，甲咱所有的朋友，甲恁做一个完整即个报告啦吼。相信讲恁对我会阁愈有信心，要做，咱实际有方法，嘛免开足这钱。方法只要对，钱都毋是问题啊。方法若毋对，你安那开偌济钱，拢是无效的对。拢是无效。所以我即个得奖是有真侪即个项目啦吼。啊嘛，感谢评选人员无弃嫌啦，因为我真侪医疗的大奖吼，拢是毋是做医生的时得啦，做医生的时吼啊，得一个迄个免疫的防疫功劳奖，啊，迄个时是我处理吸干的即个问题，啊，结果我医生无做了，得到真侪医学的大奖，表示讲咱离即个规个。做即个副管副市长的中间的，甲真侪咱社会问题，甲大市长共款，用着医学角度去处理。尤其医疗即个问题，医学角度去处理啊，解决真侪台湾现主时所存在即个问题啦吼。对。所以我伫遮有要甲大家做一个报告，我欢喜，但是我感觉这是责任的即个承担，啊嘛是责任即个另外一个责任的即个开始啊，我会认真拍拼。那么即个9月23吼去台北的受到颁奖啦，啊副总统会来吼。啊，9月22总统蔡英文总统，啊，甲咱的赖清德院长，甲苏家全院长拢有分别去接见，这应该是台湾吼，这个接见单位上侪一个奖啦。过去我得到这个卫生署医疗奖、卫生奖章，敢若卫生署颁奖尔。啊，即届是总统府也要去，行政院要去，立法院也要去吼。以前是行政院下底一个卫生署甲你颁奖，即摆是已经提高到整个国家的层级啊。所以这个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一个奖啦，哈。其实咱知影讲吼，你就是因为有推动这个就是毒品减害，然后让犯罪率又下降，但是其实你一开始在推动的时阵是很多的反弹的，对不对？我知影真侪反弹的声吼，但是我感觉这拢是个意志的这个考验啦吼。啊，我就是讲第二个代志，就去做，像即摆推动一例一休共款嘛。我感觉咱都要有勇气吼。去做对的代志，尤其是大家就是讲这唔对，你就是对的时，你更加会坚持啦吼。对啊。啊，所以我咧推杀这个规个毒品减害政策的时阵吼，他们讲是我的秘书嘛反对，我的团队嘛反对啦，啊，包括我妈妈我也反对。我爸爸迄个时候，阮爸爸搁有伫啦吼，我妈妈是甲我讲，你若推杀了成功吼，你有可能学这个卖毒的人无毒通去卖，会甲你拍死。系啊。啊，你若杀了无成功的时吼，这个人你会去用笑。你会用笑死啦，所以不管哪拢是会死就对啦吼。啊，阮爸爸是甲我讲，你若就是讲，干那你做会成功，啊，你就去杀。我讲你即摆已经做副馆长嘛吼，你是属于咱台南县的吼，毋是属于咱家的啦吼。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嘛，你就去杀吼。所以，阮爸爸咧甲我支持中间，我就去杀即个活动。啊，当时嘛，伫检署那叫我去了解啦吼，莫讲问叫我了解，了解了落尾，他们就是讲这是一个对的。我演讲的时，一开始的时嘛，真侪人反对啦。啊，但是我有当时啊去看即个真侪悲惨的故事，包括我一届离即个办公室的时阵，有人拍电话给我。来，另外迄边是咧吼的声音，就是讲即个妈妈咧吼，啊吼的后壁声佫一个咧叫的。伊讲因祖囝食注四盒啊，即马已经煮到无钱，毒瘾发作。啊，叫伊妈妈用铁链啊，甲伊绑咧因兜的条啊顶管，啊你会拍喷嘛？啊，惊去人伤，无咧伤家己，所以别人啊一直咧哀嚎。啊，老母拍电话来目屎讲，安护管的你一定要去杀这个，你一定要去杀这个规个这个贩毒政策吼。啊，所以我就是讲真侪，咱看了真侪悲惨这个故事。啊，咱就是讲这是咱的责任，咱无法度通去放弃，所以咱就去推杀吼。啊，推杀总算咱有看到新台南市先做试办啦，先做试办吼。啊，试办的结果咱敢若开11万尔。咱个台南市艾滋病减80%。对啊。我当时分3万2千，我就是个针头去药局分针头嘛。分3万2千几个针头，一个针头3块6，所以才11万，咱个艾滋病减80%。对啊，减80%呢。所以规个全国怎啊照安尼做了吼？怎啊哩94年时，全国因为注射毒品引起艾滋病是2452个，降到103年剩52个，剩2%。咱甲98%降落来。啊，犯罪事件呢，到104年时33万件窃盗事件，到103年剩6万3千件，咱减80%落来，
对啊。所以我想这是台湾公共卫生内底真罕你看到的这个数字啦吼。所以我想我用这个务实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无看理论，就是讲这阮医生人看理论吼，都无法度能够处理啊。患者来都要死去啊，你一定是要先来救嘛。所以我们不能解释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所以我将这个好的成绩给写一本册吼。对。啊，这本册其实吼，这本册是我利用4个月中间家己写的吼。这本册其实头前有一篇就是咧纪念我的爸爸。因为阮爸爸往生去了96年吼，我咧想讲要用什么款的这个，要用什么款的这个来纪念阮爸爸，我来甲阮爸爸讲阮爸爸这个甲我建议迄个所在，所以我讲吼，我这本册献予我的爸爸严重了啦吼，伊96年3月24日下晡5点52分，因为败血性休克病逝，享年80岁吼，伊的骨头骨是阮生命的一部分。有阮的目屎甲感恩啦吼，感谢伊伫毒品政策上的贡献。所以我想这是我纪念阮爸爸所写的这个册吼。啊，我想内底真侪艰苦啦，啊嘛真侪过程，但是我认为讲这拢已经过去。连龙话所讲的，痛苦会过去，美丽留下来。我们找个美丽的成果展现给所有国民。面对下一个毒品这个条件，那么一套方法，咱那个来就对了。对，所以吼，你看大家当看到这个严医师的魄力，因为迄当时呢被杀这吼，真正是问题很多，然后反弹很多，但是呢，你还是有决心要去做。哇，这个真的是要有魄力。跟检察院地检署甲我要甲我叫去约谈，我来甲阮某讲，我即个可能去用关。关吼无要紧啦，但是吼较艰苦的是你，因为吼，阮太太无咧上班啦，我饲4个囡仔。佫包括阮太太，佫包括阮大伯老母住伫我遐，7个人靠我食饭啊。我来这边用关的时吼，有可能落尾向医师这条拢无去。我认为讲这无要紧，咱对咱来去做。总算迄个时阵，咱的地检署的检察长朱朝亮，伊嘛算真有新的想法一个检察长。所以落尾伊佫甲我支持，佫摕钱出来甲我支持。所以我伫遮特别利用这节目，来甲感谢咱的当时的检察长朱朝亮所带领咱台南地检署的这个团队吼，恁有看到另外一个减少犯罪事件的这个方法就对了。对，是，所以事实证明嘛是对的，所以你才会当得到这么侪奖项啦吼。所以嘛是非常恭喜你的第27届医疗风险奖，真的很不简单。好，咱接下来讲点吼，今嘛咱的赖清德市长已经做行政院长，一共他要成立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时事的内阁，不是选举内阁，不是战斗内阁，是时事内阁哦。所以呢，再加上我们这个医生时代来临，你是不是有法度吼，互咱变做一个串起我们一个时事台湾？我想无问题啦吼。其实大家看到讲我所提出的政见吼，拢有一套方案啦，包括咱的迁都台南啦吼，包括咱的长照政策啦，包括毒品政策啦，包括教育政策啦，包括如何改善农业的方式。要安怎去处理台南市交通这个问题啦，吼，要安怎处理这个地水这个问题，种种咱拢有一种过去无共款的做法，吼。这个候选人所讲的，拢是现主是市政府咧做，我讲迄个无效，是安尼，我一般拢咧做啊嘛。我讲的是讲要安怎超脱，即摆市政府所做，吼，去看到较远的这台湾这个未来嘛。所以因那这市长得去了解，我唔免。我得马上上手，不用再摸索，而且我可以站在现有的基础上面，用更好的政策来面对这摆美丽的对了，所以我想会当甲候选人做比较，我是真讨厌迄种操弄媒体的候选人啦，咱我希望讲咱的市民会当用政策，候选人什么款的政策会当解决咱台南市现主市这个问题较要紧，所以我想我是一个时事的赖清德。时事的严存走，加起来变成个时事的台南市政府，所以才能够让台南市的成绩都全国第1名。赖清德市长也因为这样，才能够去当一个时事的赖院长。那未来我会是时事的严市长。
对，这是这代志人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你讲这是一个代志，进前哦，你都有看到这个一例一休的问题。对，对不对？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已经有成立一个推动一例一休的修正。我即摆2、3万人甲阮联署呢。哇，对。我即摆要甲咱联署这朋友甲恁做报告吼，啊，感谢恁这段时间会甲支持、甲鼓励吼。啊，赖市长要去做行政院长，进前就甲我讲，伊一定会处理啦。会处理一例他一定会处理，所以今天报纸已经出来啊。对啊。你即摆因为定期会内底有一个起程的是，一定是爱。这个施政总报告了总执行嘛，总执行了来开始审法案甲审预算，所以一定是总执行了来开始来处理，按算差不多10月来处理啦吼。所以我想这是赖市长伊嘛了解民间疾苦吼，要去进行，阮两个有关起来伫迄个所在来讲一寡代志啦吼，无像一寡人吼，你高铁顶管登着就讲什么密会啦。我们的密会都是在我们说常常在一起哈，就虽然离开了，但是跟赖市长也常常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讨论很多事情。我们从来不会讲到这个是密会，去讨论一寡代志哈啊。刚才一两点钟伫高铁顶管多可能跟小人讲话，这赖市长要传承给伊，这嘛足奇怪哈。开讲就我们传承给伊嘛足奇怪，讲到一身拉线对啊，不要消费赖院长。我想提出好的政策，让人民能够了解，这个比较重要哈。所以我想一例一休，我大家做报告哈。啊，我甲赖市长讲，我的民调显示75%以上的劳工，甲85%以上的资方是完全赞成要修法。好，有这个种明确这个数据。是。我嘛甲市长讲，很多自然难行的所在，咱的市长吼可能要注意。所以市长伫咱台南市。伊做市长的时候已经讲啊，台南市只有辅导，不会不会处罚。对。啊，伊要去记者们甲讲，一例一休他一定会处理，所以咱今日看到咱赖市长言出必行。对。哦，包括你看伊这个加薪3%有感嘛，一例一休更是有感嘛，所以他是一个做实事的院长。我们认为台湾在他跟赖总统的带领之下，会更看到一个改革之后的台湾，也看到一个呢更新气象的台湾了哈。这是咱台湾之福，也是台南的光荣。对啊，所以我们赖院长他已经有承诺说这个部分他一定会来处理。对，所以那咱看得出讲我们严医师进前的针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执政的就是小英政府嘛，你准够有这个勇气，我提出来要来攻这个一例一休的修正，哇，大家那时候都觉得你很有勇气耶。不过我觉得我讲过一句话嘛，政党可以轮替啦，但是台湾经济不能倒。我们支持民进党，就是要希望台湾更好嘛。当民进党的政策有所我们看到引流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为民进党好，为台湾好，我们要提出来啊。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数据，但是我们还是支持民进党。对。但是政策上，我们希望他能够修正嘛。所以我想我当时提出新家里人跟我质疑讲，你是咧反对小英？我不是，我是反映民意，不是反对小英。对。我们也希望执政党你有更多的权利，表示你有更多的责任。那你永远要面对着每一个失望跟希望，所以你的责任是无限大的。所以我希望我哋叫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咱希望讲你对你小要安怎修哈，你要反映互阮知影，互你的相关互立委知影无要紧。我无必然讲这是我的功劳啦，你要甲立委讲啊无要紧，毕竟立委即马吼，因是负责要修法嘛吼。啊，我会当反映你的民意，互因知影，但是你嘛当直接讲互因知影，无必然是我就对啦吼。咱把这法案修正过，这较要紧。啥物人的功劳并不重要，我感觉是台南人民、台湾人民大家共同的功劳。对，对，所以其实真的是有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做好这个修正，大家会更肯定这样的一个政府。对，知错能改就是更好的。是。对，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哇，医生时代来临，对不对？然后又很恭喜你又获得我们这么不简单的一个医疗奖，哇！是。那是最后是不是跟结论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讲一下？感谢咱的这个乡主先生讲，给我这个机会，而且透露我家己的心声吼。是。我想咱要甲大家做报告吼，我想候选人真济，咱会当对伊的过去的行事风格，甲即摆规个选举表现出来，伊的魄力，甲伊的诚恳度吼，甲伊所提出的政见，对台南市的影响到底是偌大，是正面负面吼，咱来做一个选择啦吼。选择出来就是咱好的市长嘛，是咱规个台南的这个胜利啦吼。尤其民主进步党即间有7个要参选吼，大家拢有真好。真好、真优秀的人才，但是也真优秀的人才，大家条件无一定拢共款啦，无一定拢共款所以咱会当选一个心目中
咱认为是好的市场，这较要紧。是好，非常感谢哈，谢谢。时间到节目当中，医生时代来临吼，来咱后续吼，就是卡着咱的台南市长的选举吼，如果呢，你对着讲吼，我们严纯佐医师，他是不是可以承接我们赖清德医师的棒子？你也是拢领导，你都爱会加油鼓励啦，谢谢。好，好啦，再次感谢你到咱直播当中嘛，再次恭喜你得到我们的医疗奖，谢谢。好，咱市民形象直播底下各级段落，咱后礼拜港见时间再会。